各位兄弟平安。咱除了继续为香港这个丰福院的社区的大会继续来祈祷了以外，咱也感谢主赐咱平安，互咱即时会当坐伫个教会，也是你透过线顶做伙来吟诗学罗主，互咱做伙来敬拜主。咱今仔日要吟的第一首圣诗是圣诗39首，不，圣诗390首，圣诗390首。乌罗天父万福本源。咱这首吟全首。咱要来吟圣诗54首，圣诗54首。当我咧听到这个旋律的时，我总是会想起30当前。当我伫咧台南，我是台南人啦我伫咧台南读国中的时是读中营中学。阮中营中学在座有没有长隆中学的校友？有，我唔知你迄时阵有迄个诗歌比赛无？咱这位前辈敢有？你迄时阵敢有诗歌的比赛？有吗？有哦，有。我这诗歌比赛的重要性就亲像咱伫礼拜中咧爱好好唱圣歌共款。所以伫迄个就是差不多是即个月。所以即个月我有真侪课拢毋免上，因为拢爱去练习迄个诗歌为着迄个比赛。所以对一个10几岁的青仔长，咱华语来讲、屁孩来讲啦，毋免上课，就是一件值得感谢所有的代志。所以迄阵感谢上帝，毋是因为伊为咱啦是因为伊互我毋免上课，真趣味。所以咱即摆来吟圣诗54首，圣诗54首，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天西歌声对地来，关山回应滔天涯，美妙声音真响亮，好听到极遍地响。着来别离行条旗，天西所报成英义，归路敬拜当尊重，基督做咱心生活。第三首要用的圣诗是圣诗152首，圣诗152首。咱这首诗歌来吟第1、第2、甲第3节，1、2、3节。
主听堂的声，我着欢喜来听。你我为牺牲流血，付我世人生命。主我来就你，我担就阮你。用你所流的宝血，洗我罪恶清气。第二节，求主听堂声音，我着祈祷的心，当我最最受点刺激，听我实在真情。罪恶清气，求主叫我纯净，我着听他命令，在我软弱快叹需要，我会定清醒。主，我来就你。我担就阮你，用你所流的宝血，洗我罪恶清气。好，总是奇妙的上帝吼，我甲伊的缘分啦，毋若是伫咧中英中学吼。以后也袂停止。20当前，上帝透过我的迄阵的女朋友，即摆的太太乃有，伊甲我带来到即个教会，浙南教会来聚会。因为迄时阵有真好的属灵的长辈，像个左右爸啦、文修哥啦，还有像咱即摆甲咱三角地的宽裕哥，所以帮助我来明白。也接受耶稣基督，成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所以真歹想象啦吼。30当前，我是伫咧一个一贯道的家庭内底，我真好想象讲，30当后，我会当徛伫咧遮，甲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咱带来要找的信息是信息646首，646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咱即首来用第1、第2甲第3节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求主耶稣时刻保护。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全人承受是个保护，我爱真情做你发声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第2节，无论拄着安怎艰苦。也是着行平淡路途，无论海里也是山顶，但是大家主应保护我的救主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全人承受。保护，我要真情做你好声。你大是阮亲像保护，我搭伸手轻调耶稣，
我答求求kind主耶稣，我行天路主高照好，世间好路，无定着主尊心相看我保护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全人承受世界保护，我爱真心最你发现。你大是我亲像保护。感谢上帝。即时礼拜要开始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由敬拜部门陈慧玲执事来读经，诗班诗班张简慧的长老来祈祷，历史小组陈进峰兄弟来点席。读经以赛亚书第2章，永远的和平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，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。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，万民会来讲：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，因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伫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伫万民中排解纷争。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即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因嘛袂阁学战争。雅各的后代啊，来，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。国要抑我归你的山，即个无过夜刀攻击迄个，人无过学习战争。天父上帝，这是你的应允，是世界和平甲换新的愿望。感谢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互阮有救恩甲生命，这是人类至大的福分。但是人总是愚戆。软者犯错，求主赦免。求主使阮逐样的坚强，只是阮的所该行。我们伫世上成做你和平的器皿，甲喜乐的见证。今仔日伫大港节的开始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点到愿望的蜡条，细细一拍火，互伫黑暗中行的百姓看到大光。就知影这是以马内利要来的兆头，也是你国度已经降临的记号。愿你的光遍照满天下，带来公义甲疼心，互惊吓消无，互悲伤的心灵得到安慰。主啊，阮专心听候，求你紧来。啊，愿阮大港节的迎子得到你的欢喜接纳甲祝福。阮将一切的荣耀归你，天顶的阿爸爸上帝。愿你的平安临到，你的国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感谢恳求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学了你的声透到天顶，对囡仔到婴仔的喙唱出来。你起造要塞，封闭敌人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，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咱三甲内吟诗学老上帝。正史第54首，正史第54首，天使歌声对天来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请咱三甲来祈祷，创造天地万物，伫历史中显明你旨意的上帝，阮当感谢你的恩典。伫2000年前，你道成肉体来到阮中间，但伫今仔日，阮点着节火来备办再次迎子比赛亚的诞生。伫即个充满虚荣、虚假的世界，阮的心时常受到世俗的纷扰占去，变做麻痹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亲像在早伫旷野过羊的，用清醒的灵甲开阔的心来听候救主的临到。请阮的救主，但阮也再次为着阮的济南教会，伫你的面前来恳求。阮知主你的降临是为着拯救受世界放杀、徛伫社会边缘的人。恳求主你的恩典，使阮众会友同心合一，学习你的模样，
用疼心三结连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体，拍开阮的门，来迎接每一位要来就近你的人，也踏出阮的门来宣扬你的灵教，用好的行踏，用阮家己备办做圣诞的礼物，来传扬伫台湾即块土地，互你所祝福的即个岛屿，成做充满合一、会疼、公义、甲愿望的所在。慈悲仁爱的上帝，阮也伫遮少年伫香港洪福苑的大火中间受灾的灾民，恳求主带念因的苦难，安慰因的悲伤，看顾死者的灵，也陪伴灾民甲家属，伫即个寒冷的冬天，互因温暖；伫黑暗中，助因看见未来的愿望。但愿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。阮要照着主你所教示阮的安尼讲，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要叫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、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14篇，新版的圣诗后面第1023页，启用文第14篇，这篇启用文是出自诗篇第46篇。咱三甲来启用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烂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野涌哗哗吼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地邦哗哗吼，列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伊压钱强，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。万军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152首，救主疼痛的声。圣诗152首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，咱搁三甲来祈祷。至诚的天父上帝，但愿谦卑迫切来恳求你的圣神降临，充满伫你的殿院，恳求你，互阮的心柔软，迎接你的话语，来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恳求你的灵亲自来引带礼拜的进行，也甲你的仆人黄春生牧师同在，互伊讲出你智慧的言语，互阮所有听到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，有搁较侪气力来活出基督的款式。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角来共读圣经，以赛亚书第46章第1节到13节。旧约以赛亚书第46章第1节到13节，请大家看，听我来读。比勒归落去啦，尼泊拍落去啦，这个巴比伦的神明系伫走兽甲精生的脚只拼，恁德光的偶像，成做野生的精生的动物，因已经拢归落去，拍落去，无法度救家己，颠倒互敌人抢去做的战利品。雅各留落来的子孙，以色列人啊，恁拢着听，恁一个出世，我就甲恁抱。对母胎就甲恁爱，到恁年老我拢相款，到恁头毛尾我也会甲恁扶持，我创造恁会甲恁抱，我会继续甲恁爱，甲恁解救。上主讲，啥人恁要用啥人甲我比，甲我拼？啥人亲像我，会当甲我相款？人对地仔饼规堆金仔出来，用钱仔称银，因请师傅用这个金银铸造神像，然后拍落去跪拜。因将偶像压起来，放伫镜头顶光，甲伊踩伫一个所在，互伊袂当离开本位。人甲伊求救，伊拢袂应答，伊嘛无法度救人脱离灾难。有罪的人啊，着记好条；背叛的人啊，着好好想，着会记得古早发生的代志。我是上帝，其他无别个；我是上帝，无一个会当甲我比。对起初我就有测终局的事，对古早我就宣告也袂发生的代志。我讲，我的计划袂改变。我爱做的事一定会互伊实现。我要找一个使者，对东方、真远的所在来，伊要亲像鹰鸟冲落来。我已经讲出嘴，一定要实现。我已经计划，一定要完成。恁这个心硬，就讲胜利无望的人，就听我讲。我要互胜利必军念伊到。我会拯救袂延迟，我要解救耶路撒冷，我要互以色列得到荣光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接着，请妇女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《俄勒卡农曲》。
点，请黄春生牧师讲道，着纪念上主的作为。弟兄姊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敬大家三个伫地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也是教会年的开始，通讲是教会一个新的年。伫布鲁斯班通过这首这个赞美卡农来带领咱来敬拜，要将一切的恶乐荣耀来归于主，也互咱会通伫这个教会年的开始，咱也备万心来听候耶稣基督的过来。今仔日咱所读到的以赛亚书46章的中间，这其实嘛是以色列人因伫受掠艰难的中间，因一直的听候望会通得到一个拯救。因伫流亡的时期，伊若听到今仔日这个以赛亚书46章的时阵，因检采会通得到大的激励。因为迄当时因受掠到伫巴比伦，看到巴比伦的强盛，因检采会去问讲：阮的上帝伫倒落？因为对顶嘛会甲因屁想讲：恁的上帝伫倒落？因为因战败因受掠，因亡国所以因深深伫遐讲：咱的上帝敢阁有能力？咱的上帝敢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？伫即款的处境内面，先知以赛亚伊互因众人看到一幅真大对比的画面。先知伫这个经文内面咧讲起，讲巴比伦的偶像去互精心在咧行，甚至安怎咧行的时阵，伊遐崎差一点落落来，家己无法度救。怎只先知搁进一步来讲，讲咱的上帝是对以色列人伫母胎的时阵，就甲因抱、甲因爱，直到因年老的时阵，上帝犹原爱着因。所以这段经文是要来激励迄当时受掠伫巴比伦的犹太人，要互因看见信心甲望。偶像需要人去讲，但是上帝是派人民的，派因行过迄个死荫的山谷。弟兄姊，咱人生的中间会拄着侪的恶担当，即款的艰难，你会当去对比伫巴比伦因受掠做奴隶的迄个时阵，你生命中拄着啥物款的艰难？上帝拢会通亲像这段经文内面所讲的，伊要甲咱爱，要甲咱光，毋是咱去光神明，是咱真正的神是会光咱、扶持咱。今仔日台湾面对伫外部有中共的侵略的威胁，内部有国家认同、政治混乱，也是基层的族群需要照顾等等遮的问题。犹原以赛亚书46章要咱讲话，伊要互咱知影，咱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，伊要将咱放伫伊的肩胛顶，伫遐来爱咱。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的经文，首先来看第一节甲第二节。第一节甲第二节，伊一开始就要拍破巴比伦神明的假象，咱讲拆解帝国的神话啦。迄个卡马斯克斯，伊捌讲一句话，伊讲对宗教的批判，是对其他一切的批判的前提。意思要批判政治，就要先批判宗教神学，因为伊有发现一件代志，伊咧讲起地上任何政治的统治、社会的制度。拢是靠着神学，也是讲宗教迄领衫来合理化，所以伊要将这个政治的无公义，
也是要将人来讨放出来。伊就首先安怎？咱讲解构啦，将这个帝国通过宗教来进行统治，来甲改革。这听起来真现代，但是其实2500几年前，先知以赛亚就在做这项代志。所以伫咱所读的第1节甲第2节，先知咧面对迄当时真强权的巴比伦帝国，伊咧进行一场宗教的批判。先知真清楚，要批判巴比伦的政治压迫，必须要先批判因的神明开始。伊要互人对迄个帝国的惊吓的中间得到讨放，伊就爱拆破迄个帝国神明的假象。顶礼拜，永武牧师会讲到巴比伦迄当时的背景的时阵，伊有讲到，讲古早巴比伦的皇帝，这个拿破尼度这个皇帝，伊为着要来集中伊的权柄，伊将所有殖民地的神明的像，拢搬来到伫巴比伦。意思讲，遮个神拢是安怎？拢是天外的啦。所以你若要拜这个神，你着安怎？就是爱来听这个皇帝啦。这就是用宗教系统来成做帝国统治的这个工具。因为伊相信，只要掌握遮个神明，就会通安怎掌握人的心啦，掌握政治，掌握命运等等遮个。这种情形，咱台湾咱嘛会听到。有人咧讲啊，恁遮拢拜中国神，所以恁拢中国人，有无？拜妈祖啊，拜啥物？我嘛捌听一个人安尼甲我讲，我无呢，我是信耶稣呢，我无拜妈祖呢，伊就点去。我讲耶稣是普世全地的主。伊毋是某一个民族的神。古早时阵用神明来合理化伊的政治统治，因为因认为阮拍赢以色列人，阮的神比恁较大。以色列人因嘛伫遐会惊吓讲啊，阮的上帝敢是真正全能的上帝？因嘛产生犹疑啦。当这个拿破仑多这个皇帝，将所有的神像拢搬去巴比伦的时阵，伊就是要来控制所有的，但是却无想到，所有的宗教拢有神像啊，但是独独以色列人所信仰的上帝，敢有雕刻偶像有无？伊就是不爱互你掌握啊。所以顶礼拜，用牧师咧讲起。讲咱的神是安怎稳重啦？稳重就是安怎不爱互你控制。上帝是人袂当控制，但是你既然若雕刻偶像的时阵，就是安怎？就是会互政治野心的人伫遐来控制。你控制了后，伊就安怎？家己做神啦，我比因较大。遐去迄个埃及去看迄个埃及的博物馆，你会惊发现一件代志。古早以前因的神明是安怎？踩伫中央，法老的像是踩伫边啊，后期咧，法老的像大踩伫正中，因的神明咧细踩伫边啊。这都是政治的操作。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，先知伫遐点名两个，一个叫比列。比列是迄当时通讲是巴比伦的主神啊，马杜克。伊是正神的头，伊的囝叫做尼波，是掌管智慧甲文书的神。这两个神明。通讲是巴比伦帝国
因咧宣传因的国家的强盛，是因为这两个神成做这个国家的靠山，所以因会当打败所有的民族。但是先知目睭内，伊安怎看这两尊神明？圣经内面用真这个咱讲生动的这个动词来讲，伊讲哦，这两个吼跪落去、趴落去。这个跪落去、趴落去，毋是咧讲人对因跪落去、趴落去，是讲这个神安怎家己要跪落去、要趴落去，都是导航的姿势啦。先知伫遐咧讲，恁那高高在上的守护神，今仔日就安怎要放落来，要跪落去，要趴落去。伫古早巴比伦的庆典的中间，会将这两尊神，伫遐叫做马杜克大游行，真啊亲像咱台湾真爱绕境这款的情形是真类似的。马杜克的游行。四界行，人都甲拜，伫遐怎求好业、求平安等等，这真正亲像这个绕境的活动。但是先知伫遐讲这偶像要互情绪排伫较只偏，诚做真沉重的负担。经文伫遐描写讲，恁咧讲偶像诚做亚神的精神的重担，巴比伦的人认为神明是安怎来保护因的国家，但是先知咧讲，无偌久，迄个东方迄只鹰鸟，就是安怎指啥物？指迄个塞鲁士，伊波斯的皇帝兴起了后，战争来了后，遮的神明安怎？家己无法度救家己啦。有一句话讲啥？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啦，无法度救家己，佫需要安怎去找牛，来家己安怎扛个走，爱去走路啦。需要走路的神，先知就伫遐讲这就是上大的政治神话。巴比伦帝国用这个神明来塑造一种阮的国家。绝对袂动摇的政治假象，互以色列人感觉哇，恁的神真正是真厉害呢，拢将阮拍败啊！因会骄疑，但是先知讲，咱无需要去看迄款的偶像，因为咱的上帝会伫历史的中间来兴起，来将这偶像拍败。上帝是历史的主宰，伊要兴起波斯皇帝塞鲁士来消灭巴比伦的神像，要消灭巴比伦帝国。这是第一节甲第二节，一开始要互咱看到的。再者，咱来看第三节甲第四节。第三节甲第四节，伊要互咱知影，上帝会光人民啊。头前第一节甲第二节是咧描写，讲人会光神明，但是第三节、第四节咧讲，真正的神毋是互人光，是伊会光人。所以当遮的咱讲渔民以色列所村的人，因伫这个受掠了后。上帝要拯救这个村落来的人，所以上帝伫遮会展示伊一向的本质。上帝安怎讲？讲恁一个出世，我就一直甲恁抱啊！上帝是这个甲人抱的上帝。16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伊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伊互咱一个真特别。温暖的看法，伊的眼界实在是真赞。伊的解说讲吼，上帝毋敢若是老爸的形象啦，上帝伫遮互咱看到，亲像老母一般，
诗篇22篇第10节讲：我对舞台出世，就交托予你。而且嘛，应用这个舞台的象征上帝。上帝，咱会讲天父上帝，但是莫袂记的，上帝嘛有母性。你敢会当讲天母上帝，嘛是会用的啦。上帝毋是查甫的，嘛毋是查某的，上帝是父性甲母性的上帝。母性伊有慈悲怜悯，伊有迄个 passion， 有迄个热情。所以即种的甲母性连结，连囡仔还袂出世的时阵，老母就知影，伊伫腹肚中间，伊就无保留的接纳伊。来请爷伊，所以第40尾安尼讲，我创造恁，意思讲我甲恁生落来啦，我会甲恁抱，继续甲恁爱，甲恁安怎解救？这个解救就是讲到迄当时以色列人受掠到伫巴比伦，而且用4个动词来描写上帝对伊的选民一世人的承诺。所以，咱看到咱的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，家己行动。若是巴比伦，摊拄仔讲的迄2尊的，家己袂动，国的人扛来扛去。所以，先伫的对比，恁相信迄个插头红仔，还是要相信这个真正用行动，甲恁生落来、创造落来，甲恁抱、甲恁爱、甲恁解救的上帝？所以，伊用即款的表达，迄个插头红仔后来亡国的时阵、战争的时阵，反倒当真做人民的负担啦。但是伫遮，上帝却是安怎亲自来保护爱伊的子民。我上需要人来保护，但是真神才会通保护人。宗教往往是要求你爱为神明做啥物代志，你爱为神明负律法，还是甲你行刑的重担？但是上帝讲，我甲你爱，意思讲我背负你的重担。耶稣来到世间嘛是安尼啊，我离世人因传的是宗教啊，因将足济宗教的律法压伫人的肩胛头啊，但是耶稣会甲咱传上帝国的信息，是一种互咱得到透望的信息。而且上帝继续安尼讲，到恁年老，我拢相款；到恁头毛白，我也会甲恁扶持。所以你甲看上帝，毋是讲干那伊出世了后就安怎生落来就甲放掉啊？咱的社会有真济啦，生落来了后，囡仔就无要教，就甲放弃、交掉，互伊家己默默受，一世人安尼。但是咱的上帝毋是即款的，伊既然互咱来到伫世间，伊既然竞选亚伯拉罕。竞选以色列，亲像伊所讲的，到伫恁年老的时阵，我拢相款；到伫恁头毛白的时阵，我犹原甲恁扶持。所以刘兄弟，这是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。这个扶持，甚至到最后要拯救因，脱离一切的危机。这就是以赛亚真正伊要讲出的信仰告别。这位上帝无需要人甲讲，这位上帝伊亲像老爸同款，伊搁较有老母的温柔，伊要将咱揽伫伊的胸怀。你兄这，若是你是受掠的百姓，你听到先知安尼讲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款的感想？你敢会当得到激励？
也是讲啊，巴比伦的神吼较厉害啦，也无咱太亡国。咱有当时拄着咱的处境真危难的时阵，咱会失去信心。亲像先知伊用这个话语，要互这个失去信心的人讲，恁着爱真正去认捌恁所信的上帝。煞者，咱来看第5节甲第7节。头前个讲上帝亲像老爸老母，讲要甲咱抱、甲咱爱。直到咱年老的时阵，伊犹原继续拢共款。到伫第5节，忽然间，真做一个真严肃。伊安尼讲起，讲恁要用啥人甲我比，甲我比拼？啥人亲像我，会当甲我相款？这其实是一种指责，因为迄当时以色列人因亡国啊、死去啊、垂头丧气啊，讲哪亲像讲啊，哎呀啦，无救啊啦，台湾去啊啦，咱敢会安尼？有啊，有当时选举选一个，毋是选着徛伫台湾立场的人，也是啥物，咱会讲啊，去了了啊。这以色列人因伫迄当时嘛是安尼去了了啊，但是迄个去了了啊，因是安怎讲啊？咱的上帝太较尔老，点知咱的上帝伫倒落？上帝伫遮质问，讲你竟然将我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去由甲迄个受造的偶像边顶，恁掠准。掠遐个用金银所拍的偶像，是甲我同款。上帝是咧问即件代志啦，伊要互人民看清楚。所以伫第6节到第7节，咧描写迄个假神偶像制造的流程。伊讲吼，有人摕钱倒出来，倒金仔出来，啊用秤槌伫遐称称的了后。安那亲像法宝工程共款，互迄个银枪去拍造一个神明出来，身上就做好啊。啊，佫讽刺讲，这个拄啊怎？哦，这个烧出来的神，竟然佫伫遐做阵来光，去摕一个所在，甲安搭好好势。即款的经文的描写，互咱看到。遐个偶像踩伫迄个所在，吼，若无人去甲光，伊一点仔拢袂当动。这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。很多咱该看到，上帝是爱人抱人的上帝，但是伫遮偶像踩伫遐，一动嘛袂动。这是先知通过即款的描写，来做一个对比。旧约有一个神学家，这个 Charles， 伊伫遐讲先知吼，伊毋是反对艺术啦，毋是反对这个雕刻的艺术，反倒等于是咧讲，当人将这个雕刻的物件，成做伊的瓦壳，安尼，迄就是偶像。简单来讲啦，一个艺术品。你也莫去甲拜，伊就是艺术品；你也去甲拜的时阵，诚做你终极的愿望的时阵，伊就诚做偶像啦。迄个洗礼班的时阵，我甲洗礼的人讲，以前吼，差不多将近40年前，我家己拄着的故事。我讲我当时咧上班，我有一回吼去坐计程车去出差啦。啊，我坐去有40几年前，有个计程车顶头佫甲你采香，对毋对？敢有即款印象？采香啊，放一尊伫遐摆。啊，我坐去了，我看伊迄香菜已经安怎烧了啊！我讲哦，好佳哉，若要烧我就无爱坐啊，烧了啊！啊，伫遐去的时阵，我讲奇怪，伊咧拜啥？你敢知影？后壁一尊小叮当，小叮当你敢知影无？即摆讲哆啦 A 梦啦，
伊就放一身伫遐啦。我讲你咧拜啥物？伊讲吼小叮当。伊讲即阵吼比所有的神搁较厉害，你敢知影？我讲安怎讲？伊甲我讲吼，伊的百宝袋啥物物件都有啥物物件，这毋是比一般的神搁较厉害吗？哦，我想讲哦，这嘛是有人咧拜呢。咱笑笑的，但是咱算知影，咱的社会中间嘛有真侪人将小说的人物摕来拜，有无？有啦。以前花世家吼，咧拜啥物？拜猪八戒啦。猪八戒是《西游记》的人物啦，拜猪八戒。为什么要拜猪八戒？查甫人入来吼，就安怎？猪哥啦，猪哥落去了后，将钱吼沙出来，一直开啦。所以吼要拜猪八戒，互猪八戒迄个神安怎？伫查甫人的身躯顶，钱就安怎？一张一张刻出来。啊，即款的宗教信仰敢好？绝对毋好啦。所以这个 Charles 这个神学家讲，迄个菜偶像也是雕刻品，会去称做偶像，是因为人将这个物件当作是伊一生的瓦壳。马介牧师伫台湾宣教，伊嘛拄足侪偶像，但是伊偶像伊拢安怎摕转去做宗教研究啊？所以刘兄弟，咱知影讲，厝内有菜啥物款的红啊，迄无拄拄是偶像。但是，若是有人将这个物件当作神的时阵，迄就危险啊！所以回去吼，恁囝若爱耍迄个哆啦 A 梦，莫甲收啦，迄是伊的玩具啦。但是吼，任何的物件拢有可能成做偶像。耶稣讲的，一个人袂使服侍两个主，有的人将上帝当作神，有的人将金钱当作神啦。钱也成做你的偶像，上好的办法就是安怎？摕出来，捐予需要的人。讲实在，你着安怎袂看钱较尔重？人虽讲伫即款的情形下底，经文的结尾讲有人即个偶像伫遐呐喊嗷叫，但是真谛讲因袂当回答。这就是安怎？有的人是安怎？假神真拜，将这假神哇流目屎、嗷叫，但是安怎拢袂得到回应。这是真残酷的事实啊！偶像互你发挥你的金钱去塑造，浪费你的气力去甲讲，搁互你开时间伫遐跪。但是伊一句话拢袂当讲，这就是先知伫遮要甲以色列遮的百姓所讲的。接着咱来看第8节到11节，这个焦点对迄个偶像无能力转向上帝全能。上帝毋是搁伫遐质问讲，啊，伊是权威无啊？伊伫遐人民发出的呼吁讲，有做人啊，着记好牢，记好好势；背叛的人啊，着好好啊想。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上帝呼吁以色列人，着记好牢，记好条啦，爱记好条，爱好啊想。这个记好条。就是讲对这个头昏脑顿顿的中间醒悟起来，你知影讲哦，咱的上帝是安怎？伫古早就咧做大代志的上帝，因为第9节讲，就会当记着古早发生的代志。
我是上帝，其他无别个，我是上帝，无一个当甲我比。上帝为什么爱遮以色列人讲，恁着爱转去想，记好条？过去上帝是安怎引带以色列人离开迄个做奴才的埃及？今仔日恁伫巴比伦搁一摆做奴才，但是上帝讲啥？你爱记好条，我过去安怎做，我现在嘛要安怎做。这就是安怎？这段经文，咱讲神学的高峰，伊伫遐宣告，甚至讲对起初我着预测终局的事，对古早我着宣告要未发生的代志。我讲，我的计划未改变，我爱做的代志一定会互伊实现。所以伫遮要表达，上帝已经计划好势啊！伊有一个蓝图，伊毋干那知影未来。伊阁是互未来发生的迄一位，所以上帝毋是伫远远的天边海角伫遐看咱家己的面对，毋是。这嘛是先知要互遮受掠的百姓知影，恁敢有真正信靠上帝？恁敢有真正去记得过去上帝伫咱历史中间的拯救迄位上帝？若有，咱的信心加添，咱阁会通阁一摆看见上帝伊的新的作为。在一节提供咱一个真好新的作为，咱做阵来看。在一节，伊讲我要找一位使者对东方真远的所在来，伊要亲像鹰鸟冲落来。东方的所在，迄只鹰鸟。一个人到底什么人？头前已经甲咱讲啊，波斯皇帝塞罗斯，后壁嘛会阁甲咱阁一摆一讲波斯皇帝塞鲁士。这个塞罗斯以前咱翻译做古列啦，古列。这个塞罗斯诚做上帝的工具，因为波斯伫东边，亲像鹰鸟飞落来，意思真紧，速度真紧。要来推翻巴比伦，要将受掠的百姓以色列人，互因转去。先知咧讲预言，要互以色列人知影，过去上帝带恁出埃及，现在上帝嘛犹原要拍败极权的帝国，要互恁得到讨棒。这一切拢是上帝的计划。塞罗斯只是上帝手头的一只鸟仔。历史的演变一定安怎？愈来愈行向上帝国。咱台湾过去的时代，极权的统治、白色恐怖，一直到入民主化，这条路是安怎袂当动的？因为上帝伫历史的中间，嘛是互咱看到。伊咧讨棒受掠的人，对法老的手头讨棒，对巴比伦皇帝的手头讨棒，一直会讨棒。1989年的时阵，欧洲的苏东坡，我一再会讲，苏联、东欧、波兰、共产党拢倒去。历史的走向是安尼。咱敢需要惊？无需要惊，因为上帝甲咱讲，伫咱出母胎，伊就甲咱顾条条啊，伊要甲咱爱，甲咱歹。到伫遮嘛是共款，甲受掠的百姓，死去袂要紧，信靠上帝，伊会搁安怎甲咱歹？行往迄个受讨棒的路径，迄只鸟啊！塞罗斯要来啊！检采有人听听会讲，牧师啊，咱的时代塞罗斯是啥物人？我嘛毋知呢。但是无论坦代啥物人，诚做塞鲁士，迄拢无要紧。有个人检采讲，川普敢是塞鲁士啊？较要紧的是我靠上帝啦，毋是我靠塞罗斯。
因为塞罗斯安怎，伊拍败巴比伦王了后，伊在位9年就死去啊！哦，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咱来倚靠的是上帝。怎则咱来看12节到13节所描写的，这是即章的最后，伊对迄个伟大的上帝的全能的焦点，转往以色列人上需要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安怎拯救。迄当时的人听到讲啊，太有可能上帝会拯救，阮做奴才就做了好好啊。奴才仔命家己毋知影出头天的好啦。迄台湾过去嘛是安尼啊，咱做奴才做行出头天啊，因为你出来讲话，就安怎会检查安怎，会去互人掠，对毋对？阮的爸母嘛是咧讲，囡仔人有鱼无喙，饭会当加食寡，话减重，话减讲话。这就是咱以前咱的时代啊！即摆的时代改严了后咧，已经超过改严38年，今年已经安怎超过38年。咱敢家己安怎自我审查，讲这袂当讲，迄袂当讲。咱已经透放啊！以色列人迄当时，因伫即个巴比伦的中间，因做奴才，因嘛惊到要死，讲毋对话会安怎？但是先知咧甲因讲，上帝要拯救。这个拯救，这个字眼耶稣啊，伊要来问耶稣啊，读起来就耶稣呀。耶稣啊，这个字眼就是耶稣的名，耶稣。所以这个拯救，毋是干那是脱离迄个危险。检察已经嘛爱甲咱讲，将来有一个更较大的拯救，放过耶稣基督。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一主日，抬杠节毋是讲耶稣阁出世啦，是要听候耶稣基督阁来啦。伊第一摆来的时阵，伊为着咱的罪来付出罪的代价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已经成做伊咱世间人的救赎。咱受救赎的人，就爱跟对伊的脚步。耶稣要行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耶稣甲咱讲，你就爱排起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咱的十字架是啥物？就是对伫耶稣的身躯顶，伊伫遐讲，醒暝会当看见，摆脚会当行路，坐脚会当出家路，这是讲政治犯啦，会当出家路。耶稣来就是安怎？互这些受压迫的人、假赞的人、性命弱势的人，会通经验上帝的恩典。耶稣会做这项，这叫上帝国运动。咱今仔日嘛爱去促进上帝国一个新的国度，直到伊过来。所以每一遍的大讲节拢是安怎？耶稣啊，请你紧来！你还未来以前，我要跟对你的脚步，做伫至美神的一个，就是做伫上帝的身躯顶，敢毋是安尼？咱个想看卖即章要带予咱啥物款要紧的信息？我想有3项的结论做阵来学习。第一项要互咱知影，真正的神是歹人，假的神嘞，咱讲消耗人啦，你爱用钱去塑造黄金，还是白银去塑造迄个形象，我会来甲讲来讲去。所以假的神是重担，真正的神才会通歹咱的重担。安尼，咱要来活出耶稣基督迄个真神，甲人三甲做阵。伫咱的教会日本时代，捌邀请即个鹤川丰彦，卡到我前世伊来到伫台湾，伊来台湾巡回讲道啦吼。我有看过伊的迄当时。
讲道的记载，伫大正11年到1922年的时阵，2月11，卡卡瓦先生伊来到伫台湾，伫咱教会伫遮讲道，连续3日的讲道甲演讲。迄当时受周渭水先生邀请去迄个春风得意楼，就是迄个大厨厅遐去遐食饭啦。因伫遐来到伫台湾，伊咧做演讲。为什么要邀请伊来做演讲？伊互人称作日本的圣方济各。方济各，伊是一个真有地位的这个贵族，但是后来伊安怎？宁可来放弃，将伊所有的一尽拢帮赞需要的人，伊放杀伊世世的生活。所以，这个卡卡瓦先生伊搬入去迄个后北迄个神户的贫民区内面，甲价值的人做阵伫遐徛起，伊伫遐判病死啦，因为伫遐得到迄个肺癌，这毋知是 TB 啊是啥物，得到肺癌。伊伫遐讲，我会当活落来，毋是我坚强，是因为上帝甲我派的。贫民区的人就会甲讲即位基督徒毋是来分的啦，伊是来甲阮做阵伫遐扫，一起咳嗽的人啦。因为贫民区逐个人艰苦啊，才有钱去看医生，逐个嘛伫遐扫来扫去，所以意思讲，这个卡卡瓦先生伫因的中间是安怎？是甲因保住的人。上帝将塔卡瓦排掉的，塔卡瓦先生将这阵贫民区的人排掉的。所以刘兄弟，真正的神的军队者，就是爱安尼啦。耶稣会派十字架，咱嘛是需要派这个十字架来军队伊。啊，无你要安怎甲人讲你所信的是真的，讲袂出来呢？咱爱知影，行动检验信用，无行动就无法度检验这个信用真的也正。咱需要用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。第二项要紧的教导信息是要互咱知影，先伫遮，咱讲解构帝国神话啦，架开即种帝国的神话，将迄个5万，咱来定根伫历史真正的上帝身躯顶。五常是政治神话，巴比伦的五常的批判，实际上是安怎对伊的国家的力量、经济等等遮的，来做神学的批判。因为因认为因的神就是最后的保障，绝对化。但是神伫咧讲，因会跪落来，因会拍落去。塔卡古瓦先生伊伫日本的时代，伊嘛骨力变公开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，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，因安怎？拜天皇，将天皇当作是因上要紧的保障，所以伊伫遐批判讲帝国主义、资本剥削，这个贫富不均。伊伫遐讲日本已经将国家当作是救主，就是拜偶像，这是。甲我先生所讲的，将国家当作救主，就是拜偶像。咱今仔日咧看世界，北韩敢是安尼？将迄个国家无共产党，感觉讲这就是安怎无救主啊？敢若共产党会当带来拯救，中国嘛是安尼。任何的极权，若
将遮的物件当做救主，就是拜偶像。有国家主义的拜偶像，有经济主义的拜偶像。这是读到我先生伊迄当时批判的，咱的日本帝国问题出在遮。所以又转来到伫圣经内面所讲的，是上帝落尾伊的计划，伊要展开伊的拯救。上帝拿刀内面，伊嘛安怎东方迄只鹰鸟，要来解决巴比伦，迄伫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手内。所以你应该将你的愿望放伫上帝甲对，毋通放伫任何的人顶头。第三项，拯救安怎被延迟啦？上帝公义甲透放已经伫咱徛起的世界展开啊啦！伫经文内面，先知伫遐甲以色列人惊吓中的以色列人讲，着好好啊，转去想，想啥物？咱的上帝过去安怎透放咱，互咱得到自由，出埃及，现在要出巴比伦，迄是搁一摆会出埃及，莫搁伫遐惊吓，莫搁戆戆，所以爱有历史感。台湾即马就是欠缺历史感啦。有真侪迄个少年家含伊开讲，台湾过去发生啥物代志，二检测有听过，但是咱来讲内面的人物的时阵，迄啥物人，毋知呢。李瑞汉的查某孙伫遮，伊是台北市以前律师公会的律师理事长，伊伫3月11去叫掠去，就无转来。弟兄姊，我讲这个故事，互少年家听，伊讲他是谁？无历史感啦。所以先知伫遐讲，爱去好好啊想啦，过去安怎？咱若无历史感，台湾人就继续做奴才。这真正是安尼。但是莫袂记，上帝嘛伫遮讲，伊的拯救要延迟要到啊！迄个拯救讲，耶稣啊，拯救。今仔日咱信耶稣，就是信上帝的拯救。拯救已经来到伫咱中间啊，敢毋是？已经来啊，已经赢过死亡啊，敢毋是？咱点到大港这个垃圾，嘛是咧讲，主啊，紧来！拯救啊，紧来！这是咱的愿望。愿望毋是台湾得到拯救，愿望是全世界、全人类拢会通得到拯救，脱离极权，脱离邪恶，世界成做一个上帝国和平的国度。先知的话是真有气力的，愿主成做咱帮赞。耶稣会调咱行天路，咱这代行了，都爱煞接后一代，世世代代行天路，直到主过来，同心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恩典，通过先知的信息，成做阮的帮赞甲提醒。阮也恳求上帝，你透放的气力。伫古早时阵的狩猎的巴比伦，遮个以色列人的身躯顶，也伫现在的世界的中间，既然有狩猎的，拢会通得到透放。有的受金钱的束缚，有的互遮个情欲来束缚，任何的束缚，主求你拢为阮开路。互阮来得到透放，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搁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646首，圣诗646首，
耶稣召我来行天路，请大家起立，并转手。请坐。这点是公道的时间，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请为着香港丰富院大会的救灾甲安慰来祈祷；第二，为着风灾避难甲咱台湾全社会防卫人性的强化来祈祷；第三，为着大港节、圣诞节节期逐项服饰的准备来祈祷，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。
直接请施淑英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阮用5望诚做教会年的开始。阮徛起伫混乱的世界，阮来用过去的经验，现在阮所面对的挑战，去推测未来，阮难免失望。阮也容易累积，总是出伫信仰的5望，毋是徛伫现在、过去去推测未来。5望是徛伫将来，用主的眼光来看过去甲现在。阮来用信仰的眼光，徛伫未来看阮的世界、阮的社会，甚至阮本身的过去甲现在。阮就会伫黑暗中看见光，伫无可能的中间看见可能，伫悲惨困难的中间看见改变的机会。主啊，就伫前几天发生香港鸿福苑的大火烧，当阮通过电视新闻看到遐尔严重、无法度控制的火灾的时阵，实在无法度想象受灾的居民有偌尔惊吓不安。因面对生人死失、受伤，无厝通好转去，有偌尔哀伤痛苦。主啊，恳求你的神安慰因，伫未来重建复原的路。求主你一步一步牵因的手。求主，你也显明你的公义伫整个的过程。恳求主将5望赏赐予受苦的灾民，予因伫艰难困苦的黑暗中，悠然看见光。当因无力徛袂起来，无力通行的时阵，主啊，你要予因体会到主你甲因三角之地，主你亲身爱因。伫阮徛起的台湾，不断面对中国武力侵略的威胁，战争的阴影加剩哪来哪逼近，阮更加需要5望的眼光，坚信主你一定掌权。阮要为着可能发生的灾害做好的准备，也求主坚固阮的信心，帮助每一位住伫即个土地的居民同心合一，加添防备侵略的共识。今仔日，阮用5望开始大港节，求主陪伴阮的心，迎接主你的降生，也迎接主你过来。伫2000年前，主耶稣基督降生伫罗马帝国的强权统治，随侪人受压迫的时代，带来拯救的福音。经过2000年，这个世界悠然面对帝国强权的压迫，阮更加需要主的拯救的福音。求主帮助阮教会正当工会友，伫圣诞节所备办的，真正是充满活泼的气力，会当传扬主拯救的好消息。阮安尼祈祷、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直接来奉献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伫奉献的时阵，我来做报告吼。咱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咱用点钟来庆贺救主的诞生。伫大港节期，咱有安排的服侍，服侍表伫遮吼，请服侍人员注意来看吼。第二，咱搁来后一礼拜。咱要举行圣礼典吼，请大家备万心来甲主同坐倒。另外第24日平安暝暗时的礼拜有举办圣礼典甲开放的圣餐，由牧师来主理吼。第三，咱伫教会的韩国宣教师甲韩语班的同学有来制作韩国传统的美食，要伫后礼拜日礼拜后来举行义卖。欢迎
兄姐来踊跃参与。第是咱今仔日的圣经学校是即季上尾一摆的上课吼，欢迎兄姐来参加。第五，为着预防灾害的来临，咱台湾的政府有出版危机来临时阵台湾全民的安全指引，欢迎兄姐来办公室这边来摕。咱伫12月14下晡1点举行读册会的分享。每礼拜五暗时7点有守护台湾的祈祷会，12月初5有请正阳的牧师来做信息的分享，请周书忠先生来做处境的分享。第7项，韩国仁川基督男声合唱团40周年台湾巡回演出福音的分享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吼！伫今仔日的下晡3点，伫本会大礼拜堂，请咱的韩国宣教师赵牧师来做翻译。第8是咱搁来有迎接圣诞节侪的活动吼，我伫遮来做一个简略的报告吼。后礼拜日12月7到时有咱圣诞福音的分享会吼。是12点20来用餐，1点来开始，伫咱地下室甲大礼拜堂吼。另外，伫12月14日有儿童主日学甲少年团契联合的圣诞礼拜，伫礼拜中有儿童少年团契来演出一个戏剧，叫做《人客什么换地》吼。这是俄国的文学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所做改编的。咱也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做伙来参加。另外，伫12月14日暗时6点半有米赛亚的新剧的演唱会，是由曾道雄教授带领台北歌剧合唱团来做伙，甲大家分享圣诞节的福音，伫咱大礼拜堂来举行。另外，咱的圣诞赞美礼拜是伫12月21日。礼拜日上午10点，伫咱大礼拜堂来举行，由咱的圣歌队甲咱的乐团带领咱正会众做伙来做圣诞的赞美礼拜。另外，伫迄天的礼拜后，咱到下晡1点是咱爱餐的时间吼，参观是100块，请大家办公室这边来购买。伫平安暝12月24暗时7点半有平安暝节光的礼拜。由音乐秘器带领咱来进行，伫迄天有要举行圣礼典，甲开放的圣餐吼。第9点，由咱香港的分会这边，因所举办的就是电影自杀通告的包场吼。这部电影是针对着教育制度下的高压来做搁较深沉的探讨吼。时间是12月7暗时7点，伫中村国宾戏院做包场。若有意愿的兄弟会当办公室这边，也是劳检林团队遮来做登记吼。以上来报告。其他的团体聚会甲其他的教界消息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直接请大家起立，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直接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。
今仔日有一位小朋友第一遍来到伫教会，是德恩甲卢迪的查某囝吕爱爱，来到伫上帝殿医，咱拍破来欢迎这小女生咱第一遍来到伫教会婴儿，咱拢会为着细囝来祈祷。所以这时要特别为着德恩甲卢迪的查某囝吕爱爱来祈祷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德恩甲卢迪，因伫上帝你的恩典的下底，将一个新的生命赏赐伫因的家庭中间。这时爱爱来到伫上帝你的殿院，伫遮阮众人为着伊来祈祷来仰望。伫大降节，阮咧听候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，阮特别也恳求上帝你，迄个诞生的快乐也诚做爱爱的这个帮赞，互伫一生的路站，亲像有主你。伫细汉的时阵，得到上帝甲众人的疼，也愿你帮赞爱爱，伫伊一生的路径的中间，充满上帝你极大的恩典，帮赞伊，甲照顾伊的人，拢会通得到上帝你的恩赐甲祝福。愿将吕爱爱来仰望交托伫上帝。安尼祈祷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好，咱拍鼓来欢迎。因两位嘛，因夫妇嘛真客气吼。今仔日的迄个地饼会讲，请咱食物件啦。吼，好，我直接报告就好吼。煞接来介绍的吼是迄个陈志吼，陈志甲卢凯耀、卢大卫。来，请起来，互阮熟悉。OK， 好，请坐。过来介绍的是王俊跟陈雅维，是不是？王俊跟陈雅维，欢迎。因是对美国洛杉矶回来，欢迎，请坐。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祝福，甲咱每一位上下弟弟。爸爸的咱大家欢迎爸爸的朋友。来，敢有啥物人无介绍到的？不要紧，咱等下会当伫迄个雨伞骹遐大家彼此来分享吴丢乐嘛对新加坡回来，敢是？好。三甲来吟上营圣诗第390首，俄罗天父万福本源，请大家起立，吟诗煞请牧师祝祷。愿顺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盼望。
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的教应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闭会。咱正兄这会当到后面，咱做伙地饼会，甲咱今仔日新生的幼儿，甲因的爸爸妈妈分享因的快乐吼。若是需要代祷的兄弟，会当到外面的雨伞卡，有同工会来为你代祷。